马蹄头你吃很多，吃就吃瓜比你吃吃。就拍吃提罗马尼加利利瓜德里斯，耶稣里伊话的别个大马话只瓜家咯。伊话伊的木个呢，伊的乌的特咯，我另外米特别那对家米咯。我另呢耶稣伊话的老师，木瓜米呢瓜嘛只话阿只，我的个大咯。我另呢侬话就是初时我大不的，实在一直是呢。爸爸在地是什么哈密瓜比伊话的古对地个，我的是侬话的我头话个干嘛阿子，伊话求那么嘛个，那明年老爷过去，我呢侬话比点我别咯，这就是那呢是怕耶稣么瓜的这么那些人啊咯，是怕耶稣明年瓜的的，一直都不瓜比的啥嘛个哈嘛头话记得有存档啊就。是怕耶稣，下季么记都做的，我可是我们的家伙那么有瓦方啊，你有多年，阿是的是花莲阿米，无啥一人去关于花莲嘛的，努他米里，努之前说话关于努力以花流行忙啊，无啥那个那么人去关于是花莲忙哦，我另外呢，阿里的习惯努花莲米，下季都多做米，无啥的学个，一的多么一人去关于花莲哦。一人去那瓜有花里大那么才话有，知道不提这瓜，下季度面都做，过来外面一万年挖苦才话有时，年有提这瓜去，是怕耶稣的手里说阿面的里就那么呢，有话里下季嘛的只是挖苦才话比漂那么啊咯，我的是你下面下都做点的，喏你嘛这样哎，他这挖苦是才话有呢，我嘛的喏花两哦，利益巴郎哦，家己巴郎哦。